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9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日本一间真出名的动画公司京都动画总部，伫昨早起，互人放火烧，已经造成33人死亡，死伤严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伫推特顶头表示，这件放火杀人的事件，互伊讲袂出话，因为不幸过身的员工来祈福，嘛祝福受伤的人会使早日复原。这名放火的嫌犯嘛，已经互警方抓起来。总传媒伫推特对安倍表达慰问，讲京都同会是真侪台湾人的基地，遇到了惊一场，嘛感觉心肝艰苦。记者综合报道。这间放火的京都动画公司，因的作品是以真有路的画风，受到真侪动画漫画迷的喜意。伫台湾嘛有真侪支持者。因伫日本有3个工作室，发生意外是因的第1号工作室。来看今仔的报纸大代志，联合报是指出，伫台北车头内底，目前在台湾寄存者有用丙的，亲像是丙牌的时间表，也毋过说因为常常告状，代替已经准备要伫年底来改成 LED 电子的时间表，也毋过真侪铁道迷是感觉真毋甘未来旧的时间表放到铁道博物馆。再来看2014年《中国时报》是指出，讲伫2014年日头花学运发生323占领行政院，警方强制驱离，嘛爆发老花冲突。前台联立委刘尼安是控告前台北市警察局长黄成勇涉嫌杀人未遂案。台北地方法院认为黄成勇是依法执行驱离，所以判伊无罪。再来看《苹果日报》是报道香港的反送中行动，有律师指出，几10名香港的学生因为伫7月7日的抗议行动，冲入去立法会大楼，即马有的互香港警方抓起来，嘛要追究因的法律责任。其中有一寡人来到台湾寻求庇护，后续阁有30多人嘛准备要来台湾寻求支持。咱开头有讲到，有几10位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抗议者，最近是来到台湾寻求庇护。目前伫友邦访问的总统蔡英文，无针对这项代志来发表谈话。我相信我们有关专业都有掌握了哈。那对于这些来自香港的朋友我们会基于人道做适当的处理。蔡总统强调会以人道来处理。陆委会昨暗嘛表示，若是政府收到申请，伫尊重人权的原则下，会交予有关单位依法来办理。也毋过陆委会并无正式讲有接触到这抗议的人士。继续来看这几天的天气伫轻度风台丹纳斯的暴风圈已经离开台湾的近海也毋过这2天受到低压带北上的影响有寒嘛有较热，而且较强的西南风，所以天气嘛是阁介无稳定。气象局今仔嘛针对新北市、基隆、南投、嘉义、佮台南、高雄，佮有台东来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是伫屏东会落大水雨，其他地区嘛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中南部地区佮东南部地区雨势会较明显嘛有可能会伫短短的时间内落真大的雨，爱特别注意。另外，伫温度方面，南部高温大概是伫30度左右，其他的地区是32度、33度以上。大台北地区会到35度，天气是真热真热，所以出门爱记得来补充水分。继续过来看，丹纳斯风台的水汽是带来真侪水汽，所以伫南苏这2天雨拢落袂离，嘛造成溪流出大水，公路淹水甚至放弃。另外，伫云林的沿海地区嘛有人去骑奥多摆弄到抽水机过往。一透早南苏地区开始落雨，雷公四那。天光了，雨更加大，一寡野溪已经涨起来，有一寡路也已经淹水。气象局接到南苏地区10月早起为止累积雨量已经超过140毫米，环岛公路一寡所在放弃汇通正直的抢修。大概是在4、5点开始有一阵雨势比较大，早上气象站的时雨量是大概是40毫米左右。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东外海风影正强。航港桥东部航务中心宣布，来回绿岛甲南苏的客轮10月19日2天停航，20点后是看天气情形才决定。
另外，伫云林发生一件不幸的意外，途工也看到安全帽啊、甲奥多麦的碎片。在云林口湖一位19岁姓郭少年人，17点8点半左右，下班半路经过矫正大牌，敢若因为天暗看袂清楚，直接启动到大牌边的抽水机水管，送去了暗时10点外抢救无效而死亡。伊老爸讲，囡仔自细汉伫咧单亲家庭大汉，还阁提早办入伍，想要较早出社会，到香港出来经济。以前都是低收入户，然后就是，然后就是看，就是这个小孩子，他是说，看这个就是这个家庭，就是想要去赚一点钱来帮忙。因为车祸现场抽水机管线附近无采任何的牌啊甲封锁线，包厢到现场勘查也承认有疏失。其实我们预部20几台，我们陆续在做警示，但还没做到这边的时候就发生意外了。承伤，因为他自己的一个设置不当，或是未加注意，会负这一方面的责任啊。他在这方面会有他的一个机制，包括他的一个自己的赔偿，或是他有相关的保险。云林县政府初步了解是包厢无做好警告标志，再加上天暗看袂清楚，才造成这件意外。未来会加强各单位做好警示，加打大型的反光牌仔，以避免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14年立陶宛学院占领行政院和警方强制驱离，发生流血冲突，40多位受伤的抗议人士控告官员杀人未遂，包括当时的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江宜桦，大部分已经结案了。也毋过，昨台北地方法院是宣判前台北市的警察局长黄成勇无罪。立陶宛学院的时阵发生323攻占行政院，抗议民众去予警方来管理开爆发流血冲突，40外个受伤的人，各官员杀人未遂。被告包括前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江宜桦、警政署长王道军等人，大部分都已经结案。除了前台联立委周gia安，各前台北市警察局长黄成勇杀人未遂罪，7月18法院判决伊无罪。他的权责呢是交付给各分局的局长，要做一个驱离的任务。那由各分局的局长呢，按照现场的状况来决定具体的驱离方式跟相关的细节。在听取了那么多的证据，然后看了那么多警方的搜证录影带，清楚的看到那么多的警察报警之后，最后法院讲说这个只是少数的远警失控行为，这个判决结果是令人失望。针对判决的结果，律师尤必雄感觉真失望，会阁来上诉。何议庭认为，部分抗议民众提有压制来迫害行政院的铁骨马。黄成勇迄当阵是台北警察局的局长，是依法下令执行驱离的勤务，有主动却无违法。毋过抗议民众流血受伤是事实。何议庭指出，有一寡警察确实有拍人提警棍公喊，已经违反警察职权刑事法。台北地检署应该开始全面性的刑事调查，把真相查清楚。调查结果现在不去做推测了司法我们都尊重。北院他会退并退回本署，那本署收到之后会再另外依法处理。对这个代志，内政部长齐国勇回应，尊重调查结果。台北地检署是表示，等待案件提回来，再搁做后壁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总统蔡英文伫圣卢西亚第2天，嘛到因的国会来发表演说，再次特别感谢总理查士纳佮卫生部长艾瑟科为台湾伫国际顶头发声。也毋过伫国会广场所阿兵哥昏倒，嘛发生咱国的国旗升旗的时阵卡条的骨落来意外。圣露西亚家己队用真侪脚步行到国会广场头前，就算是熊熊落大雨，嘛无受影响。圣露西亚国会为了迎接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的到来，可以看到她检阅的仪队里面特别有许多的女性在列。而随后，蔡总统也将在圣露西亚的国会发表演说。St. Lucia has long been a staunch ally in the Caribbean. Prime Minister Chestnut forcefully spoke up for Taiwan at last year's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nd 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lness Isaac made Taiwan's voice heard at this year's World Health Assembly.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your courageous support.
蔡总统伫国会演说中，佮讲到，两个拢是小国家，共款面对地理资源甲气候变成挑战，若经过真久长的民主化进程，才共同过程，和双方有责任斗阵合作，促进区域稳定甲自由民主。按过伫蔡总统国会演说进前，广场发生小意外。当地正落大雨，正出大日头，其中一个兵敢若是体力不够，昏倒去，随向插入去现场，不过意外唔这件。伫国会广场头前要升中华民国国旗，所有卡掉的状况。我们的了解是，他们的设备有一些故障，不过很快的，他们也是很诚意的，也很快速的来克服了这个问题。那现在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飘扬在圣露西亚的天空之上。稍早有礼宾稍微身体不舒服，那我们的外馆已经有派人去关心蔡总统先参加圣露西亚政府公益网络计划第2期启动典礼，这个计划由两国合作推动，要减少圣露西亚城乡社会差距。目前印尼圣露西亚各地甲偏远学校有63个免费无线网络热点，要继续合作，因提升网络普遍，加强两国友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地开始对民进党呛声，昨伊参加活动的时阵是先批评蔡总统无做好，才会造成韩国瑜的风潮。伊讲听到苏贞昌讲伊要表态支持蔡英文连任，郭文地嘛骂苏贞昌真歹听的话。这有够不要脸！郭文体袂讲袂见效，因为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讲郭文体要表示讲要挺总统蔡英文来连任，这话嘛，互郭文体真生气。在2018年台北市长选举之后，尤其又发生这种葛特曼事件一战，现在苏贞昌这样讲，只能说实在是有够不要脸的，我也不客气回击的。没有去注意到谁讲了什么政治的话，也不会在意。我觉得他因为要选总统，现在口不择言。我因为也不晓得他讲什么，也不在意，所以也没有评论。郭文体讲有要参选2020，阁未做决定，毋过所以已经先互民进党当作是对手，因为无欢喜讲一直互针对。即个郭文体真正是会使讲是碰碰叫，强要甲民进党跳破面，去互当作是全面开战。不是开战啊，我当然就是这样了，礼尚往来了。现在说蔡英文的主因是什么？没有啦，跟你讲其实我们都有给民进党机会嘛。我对于人家怎么样子，不是那么在意，而是在意有没有把工作做好，有没有把岗位锁好。甲郭文体碰碰叫比起来，苏贞昌讲的话就较温顺，双方规律该透过媒体来对射。想当年白力合作的感情，目一年就哪像已经变作过去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要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年的总统，团出公司底下拜托前主席连战斗牵线，安排甲郭台铭、王金平来见面。因为反对讲郭台铭恐惊会脱党参选，甲王金平来配合，影响到蓝军的选情。昨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嘛发声讲，唔通脱党来踢破面。高雄市长韩国瑜全力伫拼市政，不过这个时阵上担心的恐惊也是2020大选蓝军的整合问题。是不是主意理事传接班，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人选？我们都是全心全力在拼市政问题，其他问题目前都不在考量。有请连战出面来整合郭台铭跟王金平院长。好，谢谢。韩国瑜即个人回应市政，对所谓的国政期对无意加讲。在初选胜出了，韩国瑜随拜会朱立伦连战。不过，伫咧联络郭台铭时阵被回来，传讲韩国瑜为着整合问题真担心，一个拜托连战牵线，希望甲郭台铭会能见面，就惊讲郭台铭会脱党参选。当然不希望他脱党，因为他也是我们国民党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同志，我不希望他把这个非常好的对国民党的感情、对国家的感情。不要有任何的闪失或者变动，这是我们的期待。到此为止吧，好不好？因为这个一直在讲什么脱党参选，就明明没有见面这个部分的话，要等郭董回来。这个事情他不在啊，所以要他见面或谁来一个见面，这没有人知道啊。寻求蓝军整合团结，除了郭台铭，也有关键少数力量王金平。本来定20要甲韩国瑜见面，临时取消。虽然王金平讲会搁再安排时间见面，
杨过也强调，伫咧过去是支持韩国瑜做好市长。点起来，2020总统大选是毋是搁再替韩国瑜扛桥，恐惊抑个变数？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看，昨暗伫台南，一名出事只8个月大的查某阿姨仔，那剩厝里的人无甲伊抱好，互伊搭去2公尺悬地下机械式停车场的棚内面哦。也毋过好佳在抱起来了，伊无啥物大受伤，规身躯拢是机油。监视器画面内底，阿嬷带孙仔一直向内底看，查某仔的妈妈目睛着急，出来要找人斗相共。18暗，台南一个8个月大的查某仔，互妈妈爱勒胸坎，结果落车的时阵无细枝拨落，为50公分宽的空徛内底，落落徛过机械停车场的中间站。我是举手电筒较急，后囡仔就拨落伫下底，是不过是一直哭啦，还好，没有说很严重。囡仔妈妈紧张一直哭。因为空徛真细，来斗相共的民众拢唔敢凊彩启动停车位。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了后，先甲停车场的电源切断，才为另外一边的停车位差不多2公尺深的中间站救出红个仔。这个8个月大的女婴已经位置已经掉在那个机械停车场的那个停车格的下方，大约2公尺左右的深度。那我们那个同仁就从另外一边下去，那女婴救助之后，那个会哭闹那个额头有肿胀的现象。查某仔抢救出来时阵，规身躯拢是优带，好佳在无明显的外伤，也毋过由原是送心台病院来治疗观察。为什么会拨落？消防局初步了解，可能是婴仔爱紧，无注意去交到车顶的物件，爱紧引起婴仔煞拨落。也毋过明确的原因，搁要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大学指考薪资昨公布，今年上加登记的标准哦，同款是因文数学甲甲化学组合，原数的总分39分以上的考生，就会使来参加登记。也毋过今年分发名额是比去年减了1000个，所以录取率大约是8%。三城实验题、三城素养导向题，今年指考物理科特别少理组考生真伤脑筋。依照统计成绩来看，顶标75、均标79，拢是5档内上低。大考中心提醒考生，阅读理解能力上重要。从字数来看，去年这个4673字，今年5889字，增加了1200字，所以大概。对我们学生的需要阅读理解的能力的提升，需要再加强。物理偏难，数甲嘛同款，目标拢比去年下降。新学辅导专家有估，今年医科录取分数会下降。第一类组考题偏简单，搁再加上招生的名额减少，有估平均的录取分数会升悬15%，嘛因为回流名额减少将近5000个，特别是中段的考生，安全的考核爱加添一寡。大家填志愿要保守以对，进攻区的科系20个为限，好，不要再往前抓了，因为有很多他不知道的状况。那在弱点区跟保守区，可能要把它善用科系，把它填好填满。大学文化会指出，今年72种采购组合上加登记标准，有原落在英文、数甲和化学组合，原数总分39分会当参加登记。因为今年指考有49000多人报名，正式分发名额是34576个人，有估录取率落在8%外。我们虽然今年的那个指考报名人数呢，它没有大幅减少，但是我们的整个招生员呢，主要是下降了。我刚刚讲到，大概在14% 左右。今年指考招生总额是去年的8%，34576个名额，占大学总招生名额的32.53%，是2年来上低。要安怎确保调到理想的校系？专家讲，一摆的志愿好花天，分布了是毋是有合理，而且符合个人的期待，检查好势才阁上网络登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要读高一的学生是使用108课纲的第一批学生，对家长跟学生，跟甚至是学校老师来讲哦，拢是新的课程的方向。108课纲哦是强调素养，也毋过安怎来影响未来考试、大学的申请，大家是拢错的等。新闻社同学期末考了后的午后，做伙伫咧讨论校刊编采排版上的问题。同学提出建议，嘛讨论下一本刊物的主题。指导老师用提问的方式，刺激同学思考，对文本架构、用字用词，每一分钟拢在学习。印刷偏绿。
们要怎么解决？问题点还是在照片上。这是台中惠文高中的新闻社，今年的全国校刊评比第2度摕到金质奖。老师形容过程当中学冲突沟通、成本概念、危机解决、方法变通，还有文字讲解能力。透过社团的活动，已经结合108课纲的课程学习成果和多元表现的范围。会把社团给课程化，那课程东西给素养给落实化。每个人根据你自己的兴趣做你自己的自主学习，自己的社团，那你自己的发表。今年高二的学生虽然唔免面临108课纲考招的大变革，但是对目标方向明确的同学，学习的历程已经开始咧准备。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应该专心去考试，然后不要做新闻社。可是，在中间这个过程中，你就会更发现，其实自己喜欢的是写作或是采访之类的。但是今年高3升高1的学生，正是108课纲考招变革的头一批，因的心是真不安。有同学利用校热、充实语言参加营队，但是就算拼一笔明星高中，2届新早的学习历程档案，即马就必须要提早到高1和高2就要准备。但是方向不确定，决定了上凊彩，会影响未来大学入学的机会。喜欢什么？你真的以后想要干嘛？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所以然这样子。多元选修啊，或者是学习历程的活动，那希望学校可以提供我们多一点协助。去问一下家人，就是看他们觉得我适合什么，然后我再自己想想看。就我相信学校会带着我们的。家长更加烦恼，过去专业拼学考成绩已经无够，但是要安怎协助囡仔提供什么款的资源，也阁三无涨，嘛拢加深了焦虑的感觉。先让孩子知道他想要什么。对，光是这一点，我觉得他们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往内心去探讨。那你有成绩的部分你可以衡量，但是你没有成绩的部分，那个部分实在是太浩瀚了。学校他准备好了没？如果学校没有准备好，我们家长怎么办？108课纲强调素养，个人申请注重学习历程档案。新制度带来新的希望，嘛会当让学生提早探索家己的兴趣，更加会当增加实作、思考和创造力的机会。但是大学这边入学的迄道路定，要安怎和高中3年的学习历程做结合？学生希望会当更加明确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科技大学甲屏东科技大学想要合并，昨宣布讲，云林科技大学也要加入。若是这3间学校真正变成一间，会有1200位老师哦，佮有32000多位学生，会是台湾高等教育史上上大规模的合并案。伫电脑拍数字日期，机械手骨地当甲人类来行棋。培养高级工程人才，高教技职龙头台湾科技大学今年6月份已经传出讲有意思要甲屏东科技大学来合并，18个宣布讲要扩大规模，合并计划甲云林科技大学加入来。若是3间学校合并成功，会变作台湾高教史上上大规模的合并案。在这个过程当中，云科大也听到了消息，他们呢在整个的工业设计以及管理上面呢也非常的有特色，他们也希望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阵容。3间学校拢有家己的专长，台科大上强的是理工领域，屏科大是专长农业科技研发，培养农业管理人才。2间学校加起来有互补加分的效果。分科大是有工业视觉等等设计学门，而且地理位置较中央，合并成功校区会当下过北中南西地区。教师人数会当到1200多人，学生是32000多人，学生的人数会比台大更较多。我们有把握在5年之后，成为亚洲一流的科技大学，甚至在国际上一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本来本部就乐观其成啦，目前国立大学合并还没有是用校区的方式，但是以校区的方式来作为合并之后的校务运作，其实在法源上是有的。教育部表示，真欢喜看到这件代志，基职教育整合理工，还有农业科技，会当帮助台湾面对欠工的议题。不过合并计划爱3校的校务会议拢通过，所落来计划需要报请教育部审核，通过了后，这是真正的合并。时间的部分还有一段路爱行，若是3间学校合并了后，要安怎改校名？校长讲会过来讨论，不过原则上是会保留台湾科技大学为主，来增加国际化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失智症是十大个人死因的第13名，第106年是排22名。医生是认为时代愈来愈重视失智症的症头，所以发生问题早早地去医生来诊断。医生嘛讲，其实有真侪疾病的死因拢是甲失智症有关系，民众确实要特别注意。全台湾失智人口27万，60岁以上的时代有1成着病。个人社会失智人口一年增加。去年个人死亡原因失智症排13，比前一年第22明显的升真多。医生讲，应该是这几年失智症确诊率慢慢的提高所造成，甲国外比，这个数字应该更加悬才对。像英国跟澳洲是第1名或第2名，那美国是第5名。我们的好发率大概是在大概8% 左右，而且我们老化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应该因为失智症死亡的原因不会比别的国家少。医生讲，失智症患者因为身体功能退化，造成肢体障碍、爱多的面床，容易引起肺炎、泌尿道感染等症头，严重的就心肌衰竭。有一款患者无就医确诊，死亡原因就归类真多发生了并发的疾病。卫福部讲，失智症过去确诊率较低。昨嘛透过社区共同照护中心，希望提早确诊、治疗、照护，减缓恶化。我们希望在前端让它不要恶化的这么快，或者在恶化的过程中，它也能够尽可能去保护到它自己的一些功能，那么它可以去降低被人家照顾这样的一个需求。卫福部讲，过去失智症患者伫咧严重退化了，定会被送到安养机构。若是当提早就医确诊，维持基本的生活能力，就会当留伫咧社区，享受较好的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伊朗伫昨甲一只外国邮轮佮12名外籍船员扣起来，指控伊涉嫌走私大约100万公升的油料。也毋过，这只船叫啥物，是啥物国家的船，拢无讲。伊朗国家电视台嘛报上相关的画面，表示讲邮轮是伫7月14日伫伊朗南方的海面上空扣起来，也是波斯湾地区石油运送到全球唯一的航道，所以战略位置是非常的重要。这只邮轮是挂巴拿马的国旗，美联社表示，这只船看起来甲伊注册号码应该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邮轮，因为这只船进入伊朗的海域就失去信号。当时就有美国国防部的官员怀疑讲，这只船是互伊朗扣起来。美国去年退出伊朗核子协议，今年又搁甲伊朗来全面实施禁运的制裁，两国的关系是真紧张。这个事件敢会造成国际油价的波动目前阁需要来观察。再来看，受到日本出口限制影响，南韩中央银行暂时甲2019年的经济成长的按算，为原本的2.5%调整到2.2%，基准利率嘛为1.75%降到1.5%，民间嘛开始来抵制日本的货品。韩国央行18举行记者会宣布降息的决定，这是3天来头一届调降基准利率，幅度是1码，对1.75%降到1.5%。4月时阵提出的2019经济成长预测是2.5%，嘛下修到2.2%。出口投资类似低迷，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形之下，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半导体关键材料，嘛是促成央行降息的原因之一。 한국에 대한 수출 규제가 그야말로 현실화되고 또 뭐 경우에 따라서는 더 확대되고 한다면은 우리 수출 그리고 더 나아가서 우리 경제에 미치는 영향이 뭐 적다고 할 수는 없습니다. 그런데 이 영향이 어느 정도인지는 지금 사실상 저희들이 설명하기는 좀 어렵습니다. 日韩两国的政府相关部门，像外务省、商业通商主管部的官员，拢会出席23到24伫瑞士日内瓦举行的 WTO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讨论日本对韩国的限贸措施。南韩总统文在寅18下晡，佮含5大在野党领袖伫青瓦台见面，就目前经济大挑战交换看法。是这1到4个月来，朝野领袖头一间见面。另外一方面，南韩民间抵制日本货的运动持续扩大。KBS 报道讲，
讲，全国有23000间超商将日本产品落架，总量有100种以上。外店计阁调降调关日本商品的价销，亲像将米露的价销调降到100万韩元这尔含的价位，用这个方式阻止消费者买。日本顶价服装品牌 Uniqlo 在韩国一礼拜一路卡量嘛落26.2%。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17日首尔和韩国外交部长康清和等人士会面，表示会帮助韩日两国解决矛盾，量早找到解决方案。The United States, as a close friend and an ally to both, will do what it can to support their efforts to resolve. 日本提出交由第三国仲裁强定南韩陆港案的要求，青瓦台方面已经严正拒绝。对这点，日本表示会将案件送到荷兰海基国际法庭处理。另外，韩国民间打算透过法律方式卖出所谓的日本集团企业资产。东京方面嘛警告会采取更加进一步的保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体育大车边也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羽球世界球星戴资颖伫印尼的羽球公开赛，原本第一局有一阵是输真济，也毋过伊非常的拍拼，最后是以连续赢2局来打败泰国的选手另外，台湾一个周天成嘛对上中国选手林丹2个人是拍到第3局，最后周天成赢球晋级8强。球后戴资颖开赛状况并无稳定，泰国女将布沙南被踢到13比5的领先。好在戴资颖恢复稳定，拍开1-6分开关，用招牌假动作，和对手6平丢。外过一摆6比的攻势，戴资颖反败为胜，以21比19踢到头一局。在一开始打的时候有点打得太过于急躁吧，然后自己出的球感觉也不是就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然后都会有一点在对手的控制下，所以我的失误就会比较多。想要卫冕的戴资颖，过甲布沙南拍过9摆，有6胜3败优势，最近阁是4连胜，第2局8比8。戴资颖拍出一摆5比0攻势，和对手无法度反抗，最后就伫布沙南回击出界，戴资颖摕到16点，以21比18赢球，抢到8强门票。戴资颖伫8强赛要甲泰国选手伊瑟农小争4强的资格。按照周天成才拄到中国选手林丹，双方伫头一局就拍甲真激烈，拍甲90才分出输赢。外靠这个幸运的球，周天成以24比22抢到头一局。按过真有经验的林丹，第2局以21比17落转来，到决胜局双方胜到6比6。周天成杀球，林丹救袂转来，先后连续摕到3分，又开领先。落尾以21比13赢球。我想还是我比较年轻一点嘛，可能他后面专注度有点下降了。那当然，比赛就是这样子，我必须要找出他最弱的点去攻击他吧。周天成甲戴资颖拢顺利晋级，台湾男双廖敏顺甲苏敬恒，则是输戴资颖年无缘进入8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甲国安会达成共识，甲海康威视、华为甲中兴通讯这3间厂商来做公务机关禁止采买产品的黑名单，或者是认为除了强化宣示讲国家安全，嘛会使来看作是政府伫经济方面来看顾民主甲人权。从车牌辨识到能自动辨识司机是否在滑手机，人脸辨识技术甚至能辨识到体型、肤色。强调人面辨识技术甲云端监测，海康威视是全世界上大影像监视产品制造商，全世界市占率37%，用伫中国天网系统成功在教育行。因为国安疑虑，行政院甲国安会已经甲海康威视甲华为、中兴通讯3间厂商列入公务机关禁止采买黑名单。这并不是定案的资料。那的确，公民行政委有召集会议，不过最后的这个办法修订的内容以及所谓的名单，并还没有出炉。行政院讲，正式名单会搁再公告。华为的手机今年第1季全世界市占率排第2，伫台湾的手机市占率排第4。不过，华为几多遍被质疑有治安疑虑，甚至被美国指控涉及间谍活动。行政院国部会已经禁用华为产品。只有中兴通讯是中国的综合性通讯制造商，积极推动5G 设备。2018年违反移动禁令被美国制裁。
方面呢是显示政府有决心要去对抗这些资安，还有就是科技攻击上面的决心，因为它被用来做新疆在教育营的监视的系统。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宣誓其实也代表政府它在民主还有人权价值上的坚持。学者认为，这边政府提出的黑名单，除了强化宣誓国安以外，对海空卫视的禁令，也让看到政府伫咧经济活动也捍卫民主人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的地下道，和民众投诉讲，整个监视器拢是中国的品牌，恐惊有资讯安全的问题。台中市政府是回应讲，会赶紧来换掉。地下道内面的监视器，加经过人的面动作，拢翕甲正清楚。不过，这个要来确保地下道安全的设备，是来自中国的海空卫视监视器。这个和行政院点名有治安疑虑的产品。他们好像会监控我们的那种脸啊，看到我们的样子，我们可能讲的什么话。不管他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做这件事情，就是心理上会觉得有影响。刚那是台中市英在路加台湾大道路口的地下道，就16支是海空卫视的产品。台湾基进党台中党部讲，海空卫视参加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加电网制度，协助收集人口面部资料上传，是伫美国的商业制裁名单内有治安的疑虑。它跟华为一样有治安上的疑虑，可能会有后台传到中国等等啊，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们认为说它是有安全上的疑虑。目前行政院加国安会已经有共识，包括海空卫视3间厂商将列入咱国公务机关禁止采买黑名单。不过，海空卫视监视器主要伫咧台中市，包括公益、民权、英才、美村、中平路、东西两边进行北屯8座地下道内面，总共128支。台中市地下道用中国的天网监视器系统，台中市永光署讲会伫1礼拜内换掉。我们的合约里面规范的只有功能，我们不能够针对个别的厂商去做标签，或者是去做特定的一个厂商的一个规定，所以只要符合功能规定，那我们大家都会做采用。台中市永光署讲，除了上新的英在路口地下道是去年发包，今年施作，其他拢是进行上设置，对厂牌无特殊的限制。因不监管是公务单位的警政系统，经过清查确定无使用中国海空卫视的监视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的开山里又个新增加一个天狗类病例，疾管署表示这个病人无任何的症头出现，是验血才发现嘛继续伫这附近来转药啊，希望使控制疫情。卫生局人员替社区居民一个抽血检验。台南市6月底出现本土天狗热，市政府伫6月30到7月17日期间，去确诊病例的人伊住的所在，还佫活动地扩大抽血，想要到7月初二抽血70岁查某人，伫7月17日间确定感染，是台南的第11例，毋过毋出现过病症。这个个案是在我们7月2号的时候，我们扩采的时候，它有第一次就出现一个抗体，就是 IgG 阳性，所以我们要经过2个礼拜来做扩采，所以这个报告在以昨天来确诊出来。卫生局回回7月初2查某人敢若验出抗体，原来是2015年捌感染过第2型3型的抗体。伫7月16第2届采检进前，佮感染共型的病毒，才会无病症，选去互验出阳性。验病期间，若是去互网啊定着，嘛是会传染。应该也过了这个所谓的传播期了啦，所以目前也并没有可能在散播疫情就是了。当地其实都有该做防治，他们家也有去做防治过。好佳在这个查某人平常时活动的地点，拢伫这波疫情并拓病源，还佫有厝药的范围。开山里嘛连续4天来并重大拓病源的所在，大型的压缩车连续载超过10吨，毋过高雄7月16确诊第40例病例。捌去过台南7个，还佫有西港活动。台南市政府已经加强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投的 Burger King 汉堡王最近因为有异味，互民众检举也毋过检测发现讲伊的气味真正是超过管制标准10倍，罚款30万。也毋过这种味其实大片起来感受是拢无啥相共。这间伫咧新北投捷运站附近的 Burger King 汉堡王，楼顶都是主题区。毋过进前营业的时阵，产生的臭油异味，互附近的民众检举讲味伤重。实际问附近的民众，有人感觉讲臭较挡袂牢，有人感觉佫会当忍受。鼻足艰苦的，足不爱鼻的，闻着想要走。好像楼下有吃的哈，我们楼上蟑螂会比较多。
对味道是觉得还好，味道我是还好啦。目前像附近几间素食店的排烟口设伫咧楼尾顶，汉堡王的排烟口设在1楼。虽然每一个人对怪味的感受无同款，但是台北市环保局委托检测，卡进汉堡王的怪味污染关联测定达超过标准，所以个办法佫爱限期改善。这个地方的标准是10，那检测出来的标准是100，那超标了10倍，就是除以3倍的罚款，所以就裁罚30万。汉堡王为着要改善怪味，已经加装活性炭、杜味箱、臭氧机等等空污防治设备，其中排烟机更加提悬4成的功率，总投资成本上100万，对被罚30万，伊表示会搁再申诉。根据环保署统计，1807年全国的公害侦侦案件以怪味污染上悬，总共有94000多件，超过1/3。记者综合报道。上班赶时间，坐捷运的车门煞关袂起来，互人是真紧张哦。捷运公司是统计无法度顺利关快的原因哦，大部分拢是吊伫牌仔一寡看水、正古水的细项物件去卡掉的。捷运列车进站，旅客陆陆续续上到车，毋过有时阵车门会发生无正常、无法度顺利关起来的情形。娃娃的吊饰、白白白的笔、电池，这里里扣扣的物件，拢是对捷运车门的旁摕出来的。台北捷运指出，有时阵因为旅客随身的物件落伫咧门旁内面，造成车门卡掉咧。去年总共有65件车门无正常，有5成以上是车门卡物啊，尤其是卡棒顶悬的吊饰，都爱特别细腻。可以连在这个上面。拉出来就可以刷卡的那个有时候还蛮危险的，因为你还没进去，他在后面呢，就是赶快进门，赶快进捷运门。一旦车门无正常，无法度顺利关起来，政府警官会随向前查看，使用钩仔排除捷运车门旁的物件。若是当下无法度顺利排除，恐惊会影响到全部旅客必须爱落车改坐一班车。50%的事件是因为卡住衣物而造成的。当然，旅客在靠近车门有时候过度倚靠啊，那可能随身物品或者是在掏取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这个随身的物品掉落在这个车门的沟槽，影响到这个车门的关闭。台北捷运呼吁旅客伫咧上到车厢的时阵，一定爱细腻，入去车厢行对内面，排伫后边的卡网改用手关的，莫离车门伤远，避免随身的物件落入去车门旁内面。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庆祝南投配天宫新丰爷6月15圣诞千秋哦，于农历6月14夜访开始，连续留了3天，有真侪网络顶头的名人哦，嘛拢来到老咧，那么做伙来看卖。放起马炮、牛头马面和幻射将军带头，伫咧旧历6月14暗，南投配天宫新丰夜访正式起行，民众对着顶头行大大继续行，规个南投市拢闹热滚滚。是农历的6月14，也是我们习俗上的这个夜访，会有我们的牛马将军，还有3组的这个7爷8爷，在这个6月15号城隍圣诞的前一天的晚上，来到我们南投市这个扫街夜访。足老的足好耍的，然后真久无拄到这种状况啊，袂歹，就会唤醒咱童年的回忆啊。南投配天宫新丰是南投市重要的信仰中心，当年为旧历6月14开始，连续留热3天。今年的夜巡队伍真特别，有一顶网络的名人也来体验南投的在地文化。我第一次尝试画脸，我觉得很帅，而且我的画脸师傅把我画得非常的好看，很认真。这其实对我们2个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非常的初体验，因为我们2个其实是天主基督教的，还有新加坡的网红哦，还有日本的网红，那同时也邀请各地的人能因为城隍祭而一起过来玩。南投3暝3日迎新丰，祈求地方平安，世时无灾。南投县府也组织一队真声人目的队伍，头天得到超级大的安全帽，利用这个闹热的场面，向民众宣传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金门又搁发现缅甸盲蛇哦，4公尺长，24.3公斤重，伊走出来偷食鸡，可能是伫风掠起来过程中哦去惊到，嘛甲扯落去腹内的6只鸡，全部拢吐出来。消防人员手忙脚乱，一发现这条缅甸蟒蛇秘咧笼舍内底，随甲伊喂条条，3人做伙用扫把甲伊的头拖咧。
这条路量来量去，真无简单，才家己挤入去地下来。这是金门这几年来所发现上大只的猛蛇。有一只大概有380公分，然后24.3公斤，大概是我们这几年发现比较大的个体。然后这只个体大概也吃了6只鸡啊，所以它现场已经因为紧迫，所以它都有吐出来。刚刚有看到在测量体长的时候，看到它椎骨有一点明显，可能它有蛮长一段时间没有进食，所以有点稍微小瘦了一点。金门这几年来，陆续有农民伫咧街条发现来偷食鸡的猛蛇。一位姓施的农友表示，偷食鸡啊减几落只，后来才发现讲这条大猛蛇，猛蛇叫消防人员围捕着惊，甲食落不到底6只鸡啊，全部拢吐出来。因为这只猛蛇的长度超过3米半，管久袂野放，后续会交予金门特区所，也是台湾的动物园来饲。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菲律宾政府伫拜一有一项新的规定哦，未来若属伫公共场所做出对查囡仔、分考试啊等等的行为，上最会使关6年，罚新台币30万。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因为过礼拜伫公众场合言行不当，引发过未少争议，电力向批评性别歧视甲万分女性。去年一直出访韩国期间，就捌伫当地一场交兵活动，向一个已经结婚的菲律宾女性海外劳工爱伊甲针，引起真侪争议。今年5月，杜特地从日本的时阵，又搁发生一摆同款代志，明显超过分寸。Siyempre yun lang man ang bayad ninyo sa akin. Pero maghalik ako, gano'n, lips to lips talaga. Sino ngayon ang mag-volunteer? 啊，毋过真考试是杜特地其实早伫今年4月就已经签署一项反对性骚扰的法案。啊，毋过直到这礼拜，菲律宾政府才正式公告，根据新法规定，伫公共空间、路边、工作场合、娱乐区、甲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拢禁止考试啊缀伫人后壁乱摸，佮使用性别歧视的讲法，才无尊重女性行为。网络公开也是私底下言语性骚扰嘛算在内。虽然讲女性权益即摆看起来较有保障，啊，毋过有女权团体对未来安怎执法表达烦恼。因为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本身就是一个带头违法的人，啊，若面对这质疑的声音，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嘛反击，表示总统毋是一个粗鲁的人，进前讲算笑，拢敢是为着要互大家欢喜尔。佮讲，若是总统违法，大家拢会当去甲告。Since the president signed that law, it means that he recognizes the need for that law, and since he is the chief enforcer of all laws of the Philippines, he will be the first one to obey the law. 未来伫菲律宾公开性骚扰女性事故，会面对上悬6年徒刑，甲50万菲律宾比索，差不多新台币30万块罚金。伫新法实施了后，杜特地总统敢若真正袂去出现惊人行为，真侪人也是有疑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17甲27名受到宗教迫害受害者见面，其中嘛包括新疆，佮有中国的法轮功成员。Appreciate it. 美国总统川普17伫白宫的办公室接见分别来自17个国家27名遭受不同款宗教迫害的受害者。根据白宫提供的名单，27个人当中至少有4名来自中国，包括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西藏佛教徒和基督徒。当中的法轮功信徒张国华，佫是川普头一间伫白宫接见的法轮功学员。张国华因为信仰法轮功被迫害3届都改失去7年7个月的自由。当面甲川普表示，活活摕掉法轮功学员器官战争的情形持续在发生，要求川普要制裁中国政府。And where is this now? Where is your husband a prisoner? Now my husband in Jiangsu province, Jiangsu and Suzhou prison. 今年7月20是法轮功学员和北京东桥迫害20周年。法轮功学员7月18会伫华府举行反迫害集会和大游行。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伫1999年下令迫害，中国至少有4000多位法轮功学员确认被迫害致死。那是维吾尔族的穆斯林伊尔哈姆，伊的爸爸是维吾尔真有名的学者，被以分裂国家罪名判无期徒刑。目前被关伫咧新疆的再教育营，新疆的再教育营目前关上100万名的穆斯林。Do you have any communication with him? I haven't heard about him since 2017 because that'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started.
anyone who goes to ask about anybody's family members' news will never make their way back to their own homes. 17号，川普接见的佫包括来自北韩、伊朗以及缅甸的被迫害人士，佫有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拉克州所做的亚迪兹的维权人士穆拉德，以及纽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的生还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阿波罗11号已经发射50年，其中一位88岁太空人柯林斯7月16日登去发射基地来参加纪念活动。美国阿波罗11号发射成功，3位太空人阿姆斯壮、艾德林加柯林斯最近写下历史，完成人类的一大步。人类第一遍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遍成功登陆的9位任务，16改版50年。88的柯林斯也来参加纪念活动。当时的任务分配是艾德林加阿姆斯壮开登月小艇老鹰号登陆月球，柯林斯守伫咧月球轨道的女生哥伦比亚号。伊讲家己一个人啉咖啡、听音乐，真享受。I had hot coffee. I had music if I wanted it. Good old command module. Columbia had every facility that I needed, and it was plenty big. And I really enjoyed my time by myself instead of being terribly lonely. I was not one iota lonely. 伫纽约花园市的航空摇篮博物馆，正公布伫咧举行纪念活动。由当年负责建造太空总会格拉办公司前员工做解说员。When you're on the moon, there's no 7-Eleven, there's no gas station down at the corner to supply you with spare parts. So we had to have everything foolproof. 过了50年之中，一直拢无人搁再成功踏上地球的表面，互工时代太空人真感慨。We're in a situation today where we're talking about doing something in 5 years, but we have yet to see if we got the resources to do it correctly. That's 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n and now. 美国阿波罗11号计划伫咧1969年7月16日执行，7月20成功登陆月球。任务指挥官就是史上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壮，已经伫咧2012年以82岁年纪过身。记者综合报道。这回来看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